6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来认识纪录片导演黄春源。他对客家文化有非常深厚的情感和坚持。除了投入客家社区营造的工作，积极用影像记录客庄的人事物。同一个时间，他在桃园、新竹各地的社区大学当讲师，就希望能够让更多人一起挖掘客家感动人心的点滴。这边可以哦，这里好。做好准备，空拍摄影机飞上天。导演黄春源来到知名的景点龙潭大池，今年的目标要拍家乡桃园40个风景名胜。我们龙潭的特色就是大池，还有龙年宫的迎财神。那我们就利用这整个从农历年前到元宵这段时间，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拍大池。从2003年开始，黄春源就自己掏腰包记录家乡，也拍客庄故事。最近他忙着跟着新屋人的脚步，拆迁有历史意义的碾米厂。他觉得很多人为社区尽力，他也为这些人贡献一点心力。其实影像的媒介有很多嘛，比方说电视台的工作人员，或者是像网络的制作人员也是一样的。那站在我们这些社区的记录者来说，这样的东西就是我们觉得优先要、最重要要记录的东西。对自身的文化有深厚的感情，所以他在日本、加拿大学习摄影，回国之后，不断为桃园的人事物留下记录。最大的卡就是这些地方，买的在地性的，就是我们的在地性。那在地性的影像人，他可以记录的东西，他迅速，而且他准确，然后他忠实，所以他可以比较完整的忠实的呈现整段的东西。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社区影像给第沙奇，给就比较的那种价值的两份。让他最骄傲的，除了用影像说故事之外，这10年来，他积极培育社区影像人才，成果丰硕。人物志的纪录片、环境的纪录片、教育的纪录片，或者是符合时事的，我觉得他从一个点这样分散出去啊，现在目前是一个小的面这样子。训练了上千名的子弟兵，因为他希望有更多人跟他一起用画面挖掘客家令人感动的故事。鸟瞰的距离解构龙潭大池的美丽，近拍的光圈记录新屋米厂的历史。10年的观察，在地的角度，黄春源快门按下的瞬间，永恒了客庄的感动时刻。